皆有神话，神话中含有深意。凡经典皆有真理，真理中启发人生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》一成言。田长伯啊，好啦，你先莫讲啦，你阿莫胃较大，先休困一下，我来传棉被啊。田长伯啊，我若住咧遮，啊你去甲因讲，伊嘛是共款的来找我，安尼永远拢无法度平静落来啦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就算讲我甲你讲哦，你嘛袂了解啦。秀萍啊，我实在拢想拢无呀。啊，即阵哦，天星请我工人咧整理时间，免偌久就要回来较早安尼呢。啊，你即摆规家嘛拢团圆啊，你嘛拢搬你要住，对无？啊，天星嘛有讲过啊，伊嘛无要甲你高高甜啊，伊嘛希望你转去啊。啊，你即摆说要来离开，你到底是咧图骗什么啦？田长伯啊，哎呀，你莫讲问啊啦，我毋是咧逃票，我是。你是啥啦？回弟，我一定要离开啦。秀萍啊，我是无可能让你离开啦。无你嘛想看卖，你即阵几岁啊？你当作你还少年哟。啊，你一个人你出去，啊，你是要住啥？你要食啥啦？啊，万不幸你在外口破病，是什人要甲你照顾啦？你若无替你家己想吼，无你嘛替两个囡仔想，替所有关心的人你想看卖。你暂时住遮，我甲你救助，我绝对袂甲任何人讲。等到有一天你家己受痛时，你若要转时，你再甲我讲，我再来通知因，安尼好无？你别走哦，我真个遐面袂走，别甲走哦。田长伯啊，别搁讲啦！弟弟啊，虽然你是我的亲生囝，我嘛是要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送我回来。即摆除了我以外，还有啥物人会当接你回来？你是我上亲的人，你敢要等我一下？我起来摕物件互你。你的物件，我无稀罕。你的我要变小一把波！你搞我你哦！你若要武器外口武，我唔找你。我跟你讲，不准在小明的房间，你现在要当家，你唔知跟你讲笑。我啥要当家？我就是头家要接车。杨天生，我马上要讨论你啊！我袂搁甲你讲高甜啊！你介意你想不对吗？你真的爱小明啊？我等你一世人，我啥物都无得到，我要认真干错啦！你出去！你没小想，你都敢出去？阿弟啊！你若介意，我介好出去。你笑就出去。好，安贵，你出去，你给我放开好。你这个惊险，你别
阿爸，你安怎？我腰不叮当啊！有情，志强，杨天生为倒退社会，即马受伤真严重，你赶紧去叫你阿爸，你谁哪有老底跋落来？你家己好好保重，我可能无法度照顾你啊。文乔，哎，文乔，啊，你会到这啦？你是要过来找秀萍了？无啦，村长伯啊，你敢知影？天生吼，为楼梯顶摔落来，恐惊后半世人吼，拢无法度行路安尼。天星阿姐，天星阿姐，你创啥啦？我对个遐大力，连一点仔感觉都无。我来看我这两脚有勇气。天星阿姐啊，你莫安尼啦！医生讲吼，你的脚是打跋倒尔，爱搁观察啦。无一定过一段时间了后，你的脚自然就会好啊。吼。医生甲我讲，这两只脚要好，除非是奇迹。
用生命付出心心意命。强体人，阿姨也是。以后我是要我靠啥物人？天生，天生。你来要创啥？天生互你害家的，还阁无够心。天生后半世人，永远都无法度徛起来。无你是要安怎？你安怎甲拍吼？都无路用啦，都是无感觉啦。我等一世人，等到我的后生坐驾，等到我的红婿变成全副。以后你无法度通行路，还爱我来照顾你。以前阮母仔在吃苦的时阵，你插都无爱插阮，你甘愿用10多年的时间去帮李秀萍找囡仔？即马你无法度行路，凭什么爱我照顾你？李秀萍，你怎无爱来照顾你？杨天生，我甲你讲。这就是你的报应，食的拢是你的报应。这就是你放某放囝抢人某的报应。我不准让你侮辱我的阿母啦！我不准你安尼讲天生阿叔。林小官，你讲这有啥物路用？天生已经互你害家了，你谁来无要放伊煞？我放伊煞，我早就应该放伊煞。我早若知影伊是安尼啊无良心的人，当初时我就无应该替伊生囡仔，更加无应该等伊遐尔济，佮害着家己的囡仔去害人。
去坐驾，甘苦伊一世人的前途。用天生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你害你家己，害着你的子孙，你真正是做假清淡。林秋元，恁囝是你害，天生的百姓个嘛是你害，这一切，这是你的报应。我的海角啊天，心自甘心命，付出心心。陈长伯啊，我拄则病转来，有拄着文昌，拄着天星。我要甲你讲一件消息，你若听了后，你是要转去，也毋转去，你家己来做决定。昨暗，天星甲树我来迄个查甫人起冲突，两人相拍，天星伫楼顶摔落来，这种人入病，医生讲伊一世人可能无法度阁徛起来。来怪你，体会你不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。海角啊天。